2025年10月30日 ，Donald Trump 一句台灣就是台灣，盡在不言中。習近平點算好呢可？10月29日 ，Donald Trump 喺海湖莊園接受媒體採訪時，針對即將與習近平會面一事，被問及台灣議題嘅時候，Donald Trump 好明確咁表示 ，Taiwan is Taiwan， 台灣就是台灣。佢強調習近平可能想討論台灣呢個問題，但冇乜嘢好討論喎。並重申台灣就是台灣，顯示 Donald Trump 對台灣主權嘅堅定認同。這句說話迅速引發全球關注。Fox News 等媒體即時報導美國對台灣嘅支持立場。若果今日 Donald Trump 與習近平會談不順利，Donald Trump 隨時會轉向承認台灣，亦不排除有呢個可能性。Donald Trump 嘅一句台灣就是台灣，盡在不言中。習近平點算好呢可？今次分享到呢度，我係易經人，多謝大家。